喺深圳140萬就可以買到個2房嘅住宅啦。大家好，我係康華 Ivy， 今日咧就喺蓮塘口岸過關啦。咁一陣間咧就會搭滴滴咧去今日介紹嘅樓盤啦。半個鐘頭咧就可以到樓盤㗎啦。咁而家84萬咧可以買到個2房嘅住宅嚇。咁啊，經公司成功認購嘅朋友咧，我哋有翻3年物業管理費作為客戶回贈啦。咁亦都可以上我哋荃灣南豐中心展廳了解詳細資料嘅。咁我哋而家架車到咗啦，咁一齊上車出發啦。好，而家蓮塘口岸開車啦嚇。跟住而家時間係10點43分，咁我哋一齊出發啦。好，嚟到售樓部啦，而家時間係11點11分啊。咁而家工程狀況咧封晒頂啦，下年3月份就交樓噶啦，精裝交樓。咁我哋隔離咧就我哋好熟悉㗎，碧湖春天嚇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咧睇下條片啦，咁啊會介紹翻碧湖春天嘅。但係呢度咧有我哋而家呢個樓盤咧，卓越有2房，咁啊140零萬係入場啊總價。咁啊，先去了解項目資料先。樓盤名係卓越成悅。咁我哋樓盤位於屏山嘅，喺蓮塘口岸揸車過嚟咧，都講緊半個鐘啦。頭先實測咗㗎啦嚇。咁我哋樓下咧有科悅實驗小學啦，喺內地嚟講咧，喺深圳嚟講呢個係4大名校之一嘅，即係實驗學校啊。然之後咧，仲有個將來規劃中啊，有個屏山學校嘅，深圳實驗屏山學校嘅，都係我哋附近嘅嚇。咁我哋呢度咧總體量係91萬平方米。咁我哋樓下咧會有幼稚園同埋小學啦，都會喺樓下嘅。咁同埋我哋有2萬方嘅商業咧，都係喺我哋呢個屋苑入邊嘅嚇。咁我哋隔離咧就係碧湖春天啦。咁啊嗰邊咧都有啲商鋪開咗嘅，所以唔使擔心嘅。咁地鐵站方面咧，我哋29年咧就有個19號線嚇，南塘圍站。咁到時咧就可以投入使用㗎啦。咁啊大概距離都係講緊400米嘅啫，咁就可以3個站去到我哋錦龍站嚇，14號線錦龍站。咁然之後就搭去江夏北，跟住就翻福田口岸㗎啦。咁啊目前嚟講咧就最快就梗係打滴滴啦。醫院方面咧，我哋2公里咧有個屏山人民醫院嘅，咁啊揸車過去都講緊10分鐘咧就可以到達㗎啦嚇。咁我哋隔離咧就有個屏山嘅兒童公園啦，咁同埋周邊咧有個濕地公園同埋礦山公園嘅，都喺我哋周邊嘅。咁我哋睇下在售情況先。好，而家睇下個模型先。咁啊成個地塊咧非常之大嘅，91萬平方米嚇。咁我哋咧有2萬方嘅商業啦喺呢度嚇。咁然之後幼稚園啦學校喺呢度嚇，都係啲實驗學校，即係比較深圳係比較出名嘅4大名校之一嚇。咁我哋而家在售咧就係第2棟啦，咁啊3個面積嘅，68平方2房，83平方嘅3房1衛，同埋呢個98平方嘅橫廳3房2衛嚇。咁啊主要嚟講咧，如果係98平方要個橫廳咧，淨係得1層得1間嘅啫嚇，就係呢一處啦嚇。咁就望住內園嘅，其他面積咧都係望住出邊嘅喎嚇，即係2房啊，即係68方啊，或者係84方咧都望住出邊嘅。OK， 我哋而家一齊上樓上睇下啦。而家嚟到我哋小區嘅園林啦，哇！我哋個泳池好唔錯啊嚇，咁啊有2個池嘅，大人池、小朋友池。咁個園林咧，我哋呢度咧就有4棟樓嘛，園林唔係好大啊。咁我哋首先咧就會上去1棟度睇下個示範單位㗎啦，一陣間會上去3樓度睇嘅嚇。咁然後咧個大堂都幾有氣派喎嚇。咁我哋一齊上去樓上睇下啦。嗱，到時翻屋企咧，咁啊可以人面識別啦嚇。咁啊拍卡咁樣啦嚇，好，哇係唔錯喎呢個大堂，3梯有7伙嘅 ，OK， 好，咁我哋一齊上樓上睇下啦。首先上到嚟我哋1棟嘅3樓啊，呢個示範單位嚇，咁啊3個電梯，3梯7伙嘅，先睇一個最細嘅則先。68平方嚇2房嘅住宅，其實深圳內地好少2房嘅住宅嘅嚇。咁而家講緊咧最平嗰間都係137萬起步嚇，平均就140零萬到嚇，咁啊買到㗎啦嚇。睇翻個樓層同埋方向啦。咁入門口鞋櫃都係有嘅嚇，交樓標準一間先睇下。咁啊而家呢個示範單位嚟嘅，裝修可以參考。哇個廚房2房都留咗個位俾你擺雙開門雪櫃，非常之唔錯喎。跟住L 型嘅工作台面啦，抽油煙機、煮食爐有嚇，嗰個消毒櫃冇嘅嚇，櫥櫃呢啲都有嘅嚇。OK， 咁呢個客廳咧唔錯啦，2房嚇。咁啊客廳開間2.71米，咁啊進深咧有5.8米嘅嚇，好唔錯嚇。好，跟住咧呢個露台啦，露台呢度都夠闊嘅，2米嘅露台啊。咁啊到時洗衣機都係擺喺出邊啦嚇。咁啊睇下個方向先，東北方向嘅呢個嚇。哇！呢度就係卓越嗰個成個地塊啦，90萬方嘅地啊，有排去開發㗎啦嚇。我哋而家喺3樓啊，啲地咧，我諗呢度起碼都要10年嘅開發期嚇。OK， 咁啊睇下入邊啲房啦。
好緊湊啊！呢度68平方兩房嗱，呢間房應該係做主人房，我見佢可以做到個三邊落床啊。咁啊，衣櫃到時擺喺呢度啦，參考下啦嚇。到時牆身都係白色乳膠漆㗎啦。呢邊咧就利用咗個飄窗台啦，將張床騎咗上去。咁呢張床反而大喎，呢度起碼有1.8米嘅床，因為佢利用埋個飄窗台啊嘛。咁可以參考咁樣嘅裝修。咁佢呢邊做咗啲收納嘅櫃嚇。OK，嗱呢個係一個洗手間啦，下次啦，3段式嘅一個推拉嘅趟門啦。OK， 有窗嘅洗手間喺呢個位有窗嘅嚇，唔係黑廁嚟嘅。好，咁報翻價錢俾大家啦。呢個68平方咧就兩房就137萬到156萬之間嚇。咁啊1成半首期即係首期21萬啦，跟住月供咧就5000蚊左右嚇。咁我哋睇下一套。好，而家睇咧就係一個83平方嘅3房啊。咁啊傳統嘅樹廳，咁一齊望下啦。咁呢一邊咧係個交樓標準嚟嘅喎。咁啊頭先68方睇咗個示範單位啦，咁我哋而家直接睇個交樓標準啦。咁入門口呢邊咧啲鞋櫃都係有嘅喎。咁然之後另外一邊咧。廚房呢度可以擺到個雙開門嘅雪櫃啦，預留咗個位置㗎啦，洗菜盤都好大嚇，因為而家喺度施工緊咧，所以嗰個玻璃你而家睇唔到，透唔到光，應該嗰邊都係天井位嚟㗎啦嚇，咁只不過都有個窗可以透到少少光咁啦嚇。咁啊廚房咧跟2件套嘅，冇嗰個消毒櫃嘅，預留咗個位喺度，到時睇下你哋係想要即係蒸焗爐定點樣啦，因為有時啲客話我都好少用消毒櫃咁樣嚇。咁然後咧我哋睇呢度啦嚇，呢個83平方嘅3房咧。咁客廳開間呢度實尺下2.78嘅，成個進深咧就6.2米嚇。咁呢度又可以擺張4人嘅餐台啦，同埋呢度餐客廳係拉直嘅，唔錯嚇。咁同埋個露台咧，到時洗衣機都擺喺出邊啦，佢預留咗啲位置嘅嚇。咁啊內地咧啲洗衣機都係擺喺出邊㗎啦，除非佢有2個露台嗰啲住宅咧，咁個洗衣機可以擺翻喺個生活露台嗰度。個露台呢度咧都好闊嘅，有成2米嘅嚇。咁啊，因為佢呢度出邊係工地啊，所以佢封咗，驚啲沙石咧跌落嚟。好，咁啊呢度咧有3間房嘅，咁呢間房都試正啊，大概都有5至6個方度嚇。OK， 咁啊飄窗台可以利用翻啦，到時擺張床喺嗰度，咁啊更加好用啦。哇！呢個洗手間咧3分離喎嚇，呢個門咧就係一個即係馬桶位啦嚇，咁然之後咧呢個門咧就係呢個企缸位啦嚇，3分離喎嚇。咁如果去完洗手間之後要走出嚟洗手咁樣即係互不干擾啦。咁我咧可能會即係再自私啲，呢度可唔可以再加多個門啊？我真係要用嘅時候，我閂即係都係一家人啊嘛，咁啊自己閂咗佢啦嚇。咁如果唔係話沖涼嘅時候，你咪將佢打開咁樣，有幾個功能區都分開咯嚇。咁呢度咧就一個曲尺嘅一個睡房啦，呢個可以做書房啦，兒童房都得嘅。咁啊，你一定要利用翻其中一個飄窗台啦。如果唔係咧就比較細啦，因為呢一個地氈面積咧其實三四個方度嘅咋，呢個嚇比較細嚇。嗱呢個位咧，到時又可以做個櫃嚇，做個櫃，呢個走廊個盡頭嚟嘅。就有個位嚇，咁然之後咧，呢個主人房啦，比較方正啦，大概都係7個方多啲嚇，望落去。咁啊，如果將床嗱佢都展示咗啦，拍埋落去埲牆嗰度，咁你剩翻啲空間嗱，前面呢度有啲空間啦，你咁樣睇會清晰啲嚇。咁然之後呢度可以做到個衣櫃位咁樣啦嚇，咁或者你直情係利用翻個飄窗台又得嚇。咁啊，唔係話太大間房，不過佢83平方叫做乜嘢都有嚇。咁同大家報翻價錢啦。咁呢個83平方咧就大概係166萬左右嚇，166萬起步。咁然之後首期1成半咧，咁就係26萬首期啦。咁啊30年嘅話，月供係6000蚊。咁我哋睇下一套啦。呢個咧就係83平方嘅示範單位啦。咁啊，大家可以參考下呢個裝修設計嚇。再睇呢個就端頭位啦，98平方嘅橫廳3房2衛啊。OK， 好，咁入門口呢度咧就鞋櫃位置啦，鞋櫃都係有嘅嚇。哇，鞋櫃嗰個儲物空間好充足啊。
哇！呢個橫廳犀利喎，睇下個數據先。頭先提前度咗㗎啦。咁啊，客廳開間咧有3.9米，咁啊進深咧有5.5米，4、5中意200幾尺喎呢度嚇。好，跟住咧露台喺嗰度，露台都好深嘅，有2米㗎啦，超過2米㗎個露台。哇！個廚房好大喎，個廚房一個巨型嘅 L 型廚房。咁呢度咧就有個，咦係咪大積就會跟咧？都係冇嘅，寫住非交付標準。因為我頭先睇過，真係抽油煙機、煮食爐，但係呢個位置係吉咗喺度嘅嚇。到時大家睇下擺蒸焗爐定乜嘢啦嚇。洗菜盤都夠大嘅嚇。咁啊，到時呢度有個推拉門啦嚇。咁啊，如果唔需要個門，你呢度睇下做個中島啦。其實做個中島仲靚仔啦嚇。到時大家再設計下嚇。好，咁呢度咧洗手間、客廁。睇下啲睡房位置啦，一陣出嚟先睇翻個露台嚇，西南方向嚟嘅嚇個露台。咁呢間房咧就利用咗個飄窗台啦嚇，大概就6個方度嚇。主人房一陣先睇到個細房先啊。呢個細房亦都係同個露台一樣個景觀啦，咁都係西南方向嘅，都係望住個內園景。嗱，西南方向 OK， 咁啊利用咗個飄窗台嘅嚇。好，咁啊睇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呢度首先呢度有個主人房洗手間啦，咁呢個洗手間呢個位 set 得幾好啊，唔使對住埲牆嗰張床㗎嚇。嗱，呢度係埲牆嚟嘅，咁呢邊又有透光，因為呢度到時會係個飄窗台嚟嘅嚇。咁然之後呢邊咧嚇南北通喎，兩邊可以通風採光嚇。咁啊2米嘅床 OK。好，咁報翻個價錢俾大家，呢個98平方咧就220萬到248萬之間，跟住咧首期1成半咧，咁就32萬首期，月供就7600蚊。咁我哋落去做翻個總結啦。好，而家喺樓盤外邊啦，咁因為咧未交樓下，所以咧呢一區咧就冇商鋪嘅。不過咧，我後面呢度咧碧湖春天咧就住緊㗎，入住率都好高添。咁呢度咧，我尋找下有冇嘢食先順便嚇。咁但係咧講價錢嚟講，即係最平嗰間137萬，內外84啦，有個2房住宅咧喺深圳嚟講都幾有競爭性嘅。一嚟咧內地住宅好少做2房啦，咁啊總價都比較低啦。咁啊缺點就係而家未有地鐵。咁我28年尾即係29年到啦，就會通車一個19號線南塘圍站，到時3個站去到錦龍，咁錦龍你14號線可以轉線啦。咁亦都呢度可以去坪山高鐵站嘅。咁我到時高鐵翻香港咧，坪山高鐵站翻西九1個鐘我都搭過啊。咁啊喺深圳咧好多唔同線路嘅高鐵我都搭過嚇。咁啊最舒服嘅係福田啦，跟住就去到呢個深圳北啦，廿分鐘。然之後，我覺得光明城啦都比較快。咁啊，坪山咧點解要1個鐘咧？因為佢喺深圳北站咧，佢喺度停留咗成有20分鐘啊。即係可能有其他嘅換乘嘅乘客啦，佢要等佢啦。咁啊，所以其實個距離唔係咁遠，只不過佢要喺深圳北站度停留20分鐘啫。咁你平時如果我喺坪山站咧，當佢好似地鐵咁搭咧，去深圳北咧其實好快嘅，10零分鐘到咧，咁啊已經可以喺坪山咧去深圳北㗎啦。咁啊〜大家都可以試下呢個通行，我都試過。有一次我喺深圳北有啲事咧，咁要過嚟坪山咧，咁我就咁啊打車都冇咁快啊，真係搭呢個高鐵最快脆㗎啦嚇。咁呢度咧，我而家嚟到話咁快而到，我哋呢度係碧湖春天樓下。呢度有個社區診所喎，即係政府啲門診啊，傷風感冒啊、頭暈身㷫啊。咁啊，我經常光顧唔同地區嘅社區診所嘅 ，OK 嘅，連埋攞張回鄉證去登記，攞埋藥出嚟都講10分鐘就完成嘅啦。咁啊，30零蚊嘅，普遍都係30零蚊，睇得好嘅，佢都係啲中成藥嚟嘅，冇西藥嘅喎呢度。咁啊，通常我都係可能喉嚨痕啊，咁或者皮膚敏感啊，咁啊都係睇呢啲嘢嘅啦嚇。可以醫得好嘅嚇，咁唔錯嚇，咁啊亦都非常快，最緊要快嚇。咁啊睇完我就翻香港啦嚇。咁啊講咗咁多題外話添啊！如果對樓盤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聯絡我啦。咁啊成功認購朋友，我哋3年物業管理費作為客戶回贈嘅。咁啊呢度嘅樓盤咧就係下年卓越咧，咁就係下年27年3月份先至交樓嘅嚇。咁呢個係合同時間嚇。咁我睇個狀況應該都係估計唔會提前，我感覺都係差唔多，因為有2棟樓外牆做好晒，咁啊有其他棟佢未賣嘅嚇，仲喺度整緊。咁啊而家賣緊1棟，賣緊2棟嚇。咁1棟2棟我見佢應該係 OK 嘅。咁合同時間咧下年3月份交樓嚇。
咁啊，如果係大家對樓盤有興趣咧，可以聯絡我啦。咁到時過嚟現場了解嘅。多謝大家觀看，拜拜。